喂，阿力，你成朝喺度搞咩符啊？仲唔快啲拍嘢？虎華哥大鑊啦！我呢份啊係萬展與高考利弊分析報告啊，我表弟今年高考啊，偏偏就同佢最深嗰個萬展撞埋同一日，佢而家問我點揀。吓？咁仲要揀啊？梗係揀高考啦！萬展人年年都有，高考錯過要等多年㗎。飛呀，高考呢只係決定你未來4年喺邊個城市嗰度打4年機啫，但係萬展唔同啊，萬展係靈魂嘅綠洲嚇，可以摸到限量嘅手辦啦，可以撞到中意同一個班嘅女仔嘅聖地，錯過本命 coser 嘅簽售呢，佢會頹一世㗎，考到清華都冇用㗎咯。好，你冇喺度亂噏24啦！高考係可以改變命運㗎。我啊已經用咗科學嘅方法分析過啦，結論就係去萬展。如果佢實在良心過意唔去嘅話，我仲有套獨門嘅方案，分身上陣。點分啊？嗱，我同佢呢都有幾分相似啫，只要我笠個假髮落去，我入考場，佢去萬展，兩全其美。你癲㗎？你高中都未讀完，點代考啊？所以我諗住今晚刨晒5年高考3年模擬，以我嘅智慧考個大專線應該冇問題。你等等，咩料？你講咗咁耐，全部都係話人哋點嘅，不如講下你。如果係你，你會點揀？我係你萬展同高考撞期，你會點揀？呢個假設性問題。唔係假設，你高考嗰日係咪有萬展？嗰日確有萬展。咁你揀咗邊樣？阿力，答我。網吧。啊？我話我揀咗去網吧得未啊？等，即係你高考又冇去，萬展又冇去咗網吧？咁嗰日網吧做活動啊嘛，充50送50，全場飲品又半價，LL 5排又雙倍經驗。我本嚟諗住去高考嘅，點知行到半路，俾個廣告牌吸引咗入去，咁咯。你為咗區嗰50蚊充值，放棄咗成個高考？唔止50蚊，佢仲送50噶嘛，咁加埋成100蚊網費噶噃，嚇仲可以同4個隊友一齊升段添。你試諗一下，高考出嚟揾工都係幾千蚊一個月，我嗰日網吧做活動啊，打咗8粒鐘，贏咗3場晉級賽，升咗個大段喎，個性價比唔係比高考高好多咩？所以你而家喺我工作室一個月就揾1800蚊？係啊，所以事實證明網吧先係最優解。你條友真係服緊你喎！叫你講自己點揀，你居然俾個第3個答案我。人生唔係就得 A、B 選項啊嘛，虎華哥就好似我表弟呢單嘢咁樣，表面上係高考定係萬展，實際上係 C 係去網吧，D 係打邊爐，E 係喺屋企瞓覺。唉，得啦，你而家唔好荼毒下一代啦！我而家即刻打電話俾你表弟，叫佢老實去高考。冇，做咩啊？我頭先都未講完，我同我表弟一樣大懵，去到網吧之後先至發現，原來高考同萬展唔係同一日，我記錯咗日期。即係唔單止冇去高考，仲要冇去萬展。唉，所以我咪話咯，我應該去萬展噶嘛。算啦。